继续关心地震，昨昏规模7.2的大地震，灾情上界严重的所在是伫花莲，有几若栋建筑物受损害，嘛发生房山、走山落石头。其中伫天王星大楼特殊队有救出24个人。另外伫花莲的市区北边街5层楼的建筑物嘛因为起气，民众登去摕重要的物件了后，悬浮透明拆除，按算伫今仔日早起会当拆线。也若其他还有道路未通的部分，道路已经拢在抢通。即马调伫山区的民众嘛会开始今仔日会继续救援。地震来的时阵，敢是去翕到路人的人甲车。地震先用摇的，煞来用心的。停伫天王星大楼边仔的头一只车，乘客有紧走出来。原地徛伫边仔咧看的民众，发现大楼要放起啊，就3步做2步，紧要闪开。无甲一望领就规个用碰碰。各位大楼的头前面看，厝放起的时阵，短几啊秒钟，就啊卡全的消失，规个是硬架。那栋楼真的倒了啦！大楼的管理员表示，头一届地震的时阵，厝看到就强要放起；到第二届喊甲真厉害的时阵，规栋厝雄起起，楼层较低的所在有人先走出来，毋过较悬楼的所在有人吊伫遐。经过好运了，你落去就放啊！花莲县消防人员除了加开，互部分受困的民众会当直接爬出来，毋过住较悬的居民都要靠分推车落来。救援人员嘛赶紧入去救人，会当看到规个楼地板起起，真好保持平衡。壁嘛比较真厉害，甲受损，因为门口嘛变形，干来当用家私破坏才当开门。小心小心，后边有会动啊！太险了。脚甲大拢起一边，规涂骹嘛胶拢是红毛涂甲，搜救人员要是顺利引导受困的居民疏开。这里哦1楼了哈。哎，到了，辛苦你了。不会。下晡官府再把站角来，希望暂时甲大楼退掉咧，避免大楼向放起。救援人员拢总救出20外个人。现在伫北边街的公寓，有一间伫1楼的早餐店，是规个房底变去。代志发生了后，3楼的居民嘛为空房内底紧走出来，因为官府建管科通知，下晡开始拆这栋大楼，而且会透明进行。伫要拆掉进前，互住户30分钟等去款行李。未少民众是赶紧走等去摕物件。小姐，你进到外面点带小孩比较危险哦。想要帮忙的话，帮忙。地震发生的时阵，会当看到亚洲水泥厂区嘛规个真营业。目前矿区下骹的部落一切拢平安。现在台泥嘛表示，规间工厂当地检修当中，以当地的安全为优先的考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